后来，这个香港反送中的行动也未煞咧。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伫进前的记者会，敢若道歉，但是无要落台，嘛无要撤回逃犯条例，这是真歹平息民怨。香港大专以后的学生再度发起着无爱合作的运动，包围政府总部甲立法会，甚至甲抗争升级，准备要来冲撞警方的防线甲礼宾府。喷催泪瓦斯冲出阵地拍示威群众，也上前比群众拍手铃庆祝采取高压的手段。这种刺激民众的场面，恐惊会搁伫香港出现。香港大专院校学生会发出最后的期限通知，提出4大诉求，要求港府撤回逃犯条例，无要起诉比例的示威者，追究警方乌利用暴力以及收回612行动是暴动的讲法，也就无要升关抗争行动。期限到期了后，学生甲群众伫政府总部甲立法会附近集合，有人坐，有人倒咧。严格拢有穿装备，像讲安全帽啊、喙安、甲号、催泪瓦斯攻击的时阵，洗目睭用的矿泉水拢总有。就會做好衝擊嘅準備啦。香港係我哋屋企啦，因為咁自己嘅地方咁要自己捍衛嘅。這波無合作的抗議行動，鼓勵全民參加，包括發起罷工、罷課、罷市。不過網絡頂面流傳真濟高強度的抗爭計劃，時間地點選在下晡3點開始，包括甲警方對陣衝撞警方的防線。一旦警方出動，數量小組發射催淚彈的時，就撤退，也是講衝撞禮賓府、防所附近的道路。目前已經知影港警調派5000人應變，這場民眾無合作的和平示威，敢會升級為警民衝突？警方的作為甲應變將是關鍵。